比赛开始，无人机升空，希望能率先攻进对面的门框得分，犹如哈利波特魁地奇比赛一样刺激。这项结合科技与运动的无人机足球竞赛，让青少年实际操作，从中学习团队合作，进而拓展视野，增添不同以往的成长体验。刚开始还是会有点搞不清楚，但是后面就会慢慢熟悉，很刺激的一个体验。你跟大家一起团队合作，然后也可以交到新朋友，不用只待在家里玩电动，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都会迷失方向感，然后因为它是圆的，所以它会一直转，然后你会不知道它的前后左右在哪里。它跟你平常操控其实不太一样，所以要很快的去了解它到底怎么操作，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然后你要想要团队合作，政策也是一个问题。无人机足球节奏快速，考验着操控技巧与团队默契。目前在欧美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正式的竞赛项目，台湾近来也正在加紧推广中，希望能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选手。这个是无人机足球啦，那当然这是在很多欧美国家已经开始正式列入国际赛事的正式比赛。那我们台湾正在呢这个做推广跟运动。那我们单位风户外是第一个把它带到这个社会局跟这个青年志工这件事情，还有企业的运营。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在3C 的时代，也可以透过这个无人机的部分，然后让这个年轻人也好，或者成年人也好，然后让他可以在这个新的从3C 要转成 AI 的这时代去做一个很好的枢纽。为吸引青少年目光，台南市青少中心以共同兴趣为媒介，设计即时互动的环境，让青少年练习沟通、倾听与决策，进而在真实生活中建立人际连结与归属感，降低数位时代带来的疏离感。我们这一次办理的活动是有关空中无人机足球赛，对，因为其实有很多青少年跟我们回馈说，他们很喜欢玩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就中心就有在思考，运动的活动有什么是青少年感兴趣的？所以我们就说，篮球吗？还是羽球？还是足球好了？然后他们说，足球，我踢过地板上的，然后我就说，那空中飞的无人机足球赛你们玩过吗？那很多青少年就说，这个很特别，所以我们就朝着青少年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进行做规划。那其实在无人机的活动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因为无人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有一些经费上面的考量，对，所以就是我们也希望让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少年也都有这样的体验，所以我们就规划了这一场空中无人机足球赛的活动。此外，考量高科技活动伴随较高门槛，活动特别提供免费专业设备与操作指导，让不同经济背景的青少年都能公平参加，落实科技禁用理念。活动同时营造不以竞争为唯一目标的学习环境，由志工陪伴青少年，引导他们在挑战与挫折中建立自信。中心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出各种创新活动，为青少年打造更多元、友善的学习场域，协助青少年在快速变动的时代中培养多元能力，稳健成长。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